湾的原住民部落大学伫埔里来举办开学的典礼，期待未来会当做到文化传承、健康部落、生态旅游、产业观光等等办学的目标，来发展到在地部落大学。南投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今仔日6日开学。 希望会当予学生延续多元族群的文化传承，营造出健康部落、学习传统的知识和技艺。长辈乡亲过去他们没有念什么大学，能够趁这个机会在这边共同成长、共同学习，是一个终身学习最好的这个领域南投县部落大学对106年了后评价拢是优点，尤其110年度得到全国冠军，办学非常用心。 除了我们的整个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能够向下扎根以外最重要的是也可以吸取其他相关的知识。南投县部落大学办理多元化课程，希望会当来推动终身学习。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